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艾柯喺書入面分享咗7個關於靈魂鮮為人知嘅真相。靈魂嘅長相同佢哋在世嘅時候一模一樣，但係望落去後生啲、悠閒啲、自在啲，而且係透明。靈魂出現嘅時候都會着住衫，所以唔需要擔心佢哋冇衫着會凍親。靈魂同肉體之間有一條類似臍帶嘅銀索，到真正死亡嘅嗰一刻，呢條銀索先至會被切斷。靈魂就係人格，肉體死咗之後，靈魂亦即係你嘅人格會繼續存在。靈魂會不斷成長，我哋每一世都係同一個靈魂，但係覺知、智慧、知識同意識各方面都會不斷咁成長進步。靈魂時常會喺我哋瞓覺嘅時候離開肉體，呢個現象叫做靈魂出竅。喺邁向死亡嘅過程當中，靈魂會花好多時間喺身體外面，為佢哋嗰邊嘅新生活做準備。我哋愛嘅人，佢嘅本質、性情，佢對我哋嘅愛一啲都冇消失過，佢只不過係除低咗件沉重嘅外衣。